大家好，由雲子瑩同大家一齊睇天氣。大家唔好誤會，只係最近皮膚乾到流眼水啫。其實受到冬季季候風影響，天氣係相當之乾燥，皮膚嘅水分好容易流失㗎。洛斯坦綠島氣溫介乎15至到19度之間，相對濕度介乎60%至到85%之間，皮膚乾燥警告現正生效。咁跟住交俾 Miss 洛斯坦同大家講下喺室內同埋室外應該點樣保濕啊！哇！啲皮膚俾啲冷氣風吹到咁乾，點算好呢？洛斯坦乳木果輕柔滋養保濕面霜，好滋潤，唔怕 dry 啦。哇！乾到開始甩皮啦！洛斯坦乳木果豐盈滋養保濕面霜。超潤啊！連續72小時保濕，皮膚靚返晒。有咗佢哋，無論咩環境、咩天氣都唔使怕啦。洛斯坦乳木果輕柔滋養保濕面霜同乳木果豐盈滋養保濕面霜分別照顧你唔同日子嘅皮膚需要，為肌膚極速保濕。